有啲時候過度嘅反思，反而係令到你每一天喺度做嘅都係做緊一種精神嘅自殘喎。點解咁樣講呢？其實如果你作出嘅一啲反思，佢係有效嘅批判嘅時候，當然佢可以真係一種好好嘅反思。但係如果你係冇效嘅批判，即係過度嘅用力去到諗太多嘅嘢，其實呢一種我哋講嘅時候都係講緊一種無效嘅內耗。其實講緊嘅嘢就係我哋應該要有一種客觀嘅覺察，停止去到經常去到羞辱自己，形容自己唔夠好啊，覺得自己我都係什麼都不是啦。如果係咁樣嘅角度嘅時候，我哋就會有一種內耗嘅狀況出現。所以我哋應該多以一種觀察者嘅視覺去到反覆去到盤算自己嘅思維。其實呢種嘅思維我哋需要一種抽離啦，同埋有更加多建設性嘅意見。所以我哋要自己作為我哋自己嘅內在教練，培養我哋心裏嘅柔韌性。所以反思其實係為咗要揾出出路，而唔係為咗要批判自己亦都唔係審判自己。所以唔好當自己嘅法官咯，要當自己嘅教練。